乡亲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3月21，旧历的2月15，礼拜四。24节气，今仔日来到春分，讲春分、秋分，日夜平分。为今仔日开始，日时会愈来愈长，暗时会愈来愈短。今仔日真好天，真侪人拢会换这个短午啊咯。北部高温30度，中南部32度，东部嘛有29度。也毋过，就亲像俗语所讲的。无食5日祭灶，破休毋愿放。这个长午啊，长裤甲外套，毋免着急要收起来，因为明仔载阁要变天咯，会阁来翻湿冷。天气非常热，有人出门已经穿短午衫。北部高温30度，中南部嘛有32度，而且也阁有小可翕热。今仔日是24节气当中的春分，不过明仔载又阁要恢复寒天、湿湿冷冷的天气。明天北部的高温预计大概只有22度左右，在星期六到星期天的清晨，中部以北、东半部地区还有南部的山区都会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。那最低温预估在北部大概是15度，中部16度，南部17度。明仔载高温大约是降10度，中部以北、东半部、南部山区拢会转做有雨的天气形态。这外套慢才收咧，礼拜日过了后，温度才会慢慢回升。要等到下周3，水汽明显的减少了，各地的气温回升的幅度才会比较大一些。前一天西半部空气品质歹，但是今仔日西南风增强，这扩散的条件比较较好。剩中部、新竹、苗栗是感觉实景是顶好，不过气象局持续发布大雾特报，开车爱特别注意。